这件化严重哦，各县市拢有提供生育津贴，也毋过哦，宜兰县一胎是补助120块，更有2000块的产检交通费，金额是全国第2少的，只比苗栗较济。县政府即马拍算讲要甲津贴提悬到15000块，也毋过哦，地方的民代是认为嘛是无啥够，因讲哦一胎补助3万块才差不多。护理人员抱红眼仔起来换尿珠啊，这间怀问题严重，全国各县市政府拢有发生育津贴，希望提升生育率。宜兰县的生育津贴目前一体是12000块，加上2000块产检的交通费，金额伫全国刚才坐过苗栗县的1万块，县政府按算要甲提悬。生育津贴的话是12000，我们明年度争取到15000。那虽然增加了这个金额，不是没有办法满足到整个人的需求，但是我们会持续来努力。根据县政府的规划，宜兰县的生育津贴会为12000块提悬到15000块，再加上2000块的交通费。即马就等县议会年底通过明年度的预算，就会当上路。不过有民代质疑讲，调整的幅度也无够，应该直接调到3万块。这次的生育补助啊，这样我觉得还是太少了啦。以县府的财政可以应该1胎到3万块。那敢若看东部宜兰花莲台东，花莲的生育津贴一体是2万块，台东生头一晚嘛有3万块。就算宜兰县调悬生育津贴，甲花东来比也是差真济。实际访问家长对宜兰县生育津贴调整的问题看法是真无共款。这1万多你会觉得太少？应该不会，因为现在像小朋友读幼儿园啊，所以等于是幼儿园那边会有补助啊，就是学费很省很多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当然会多少有点帮助吧。对啊，现在的物价都上涨了。根据县政府的统计，宜兰县的人口数已经伫咧45万人以下。2018年出世的红眼仔是3055个人，这几年逐年伫咧减少，去年敢若剩2378个人。对外界期待调悬更较侪生育津贴，促进生育率。县政府讲，因为资源有限，生育津贴调整的幅度才会受到限制。不过会当透过增加公托会当收的人数，加增设亲子馆，提升照顾幼儿的品质，增加少年人生囝意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